好了，繼續是正大消息，來看國民黨按算要來推動到鞭刑甲反對廢死的公投。不過，民眾黨的前主席郭文泰認為，目前的社會，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度真低。在這種的狀況下，推出到這款的議題，只是會去互笑爾爾。國民黨的立委回應講，無同的政黨有無同的意見，這真正常。所以在司法社會信任度很低的狀態下，要去推鞭刑啦、推死刑，只是被人家嘲笑而已。講國民黨提出的公投議題，恐驚會風笑。隨着年底大選愈來愈晚，國民黨也確定公投的議題，政團南北合作。是講民眾黨的前主席郭文泰這段話，互哪樣聽到淡薄愛叫。不同的政黨對於公共政策的命題，當然會有一些不一定完全一致的意見，一定會再進行細一步的磋商。鞭刑公投的表達尊重如果這個禮拜五國民黨要提出，那我們會來做一個最快速的一個討論。針對公投，若被免怎分進合擊，恐驚愛閣吵。畢竟目前已經有5案的公投議題，國民黨已經推出反廢死、鞭刑加中期核電，民眾黨是主張移轉投票加交通環境，攏總用在咧改善道路加交通安全環境兩項議題。今年公投數量是1個恰恰好，2個有點多，3個受不了。中選會愛在野好好評估。廣東時，中選會主委游盈隆頂禮拜5到南去婚禮視察的時，就公開表示，年底大選合併公投案已經是確定的趨勢。其後立言美講，行政不中立，未信審判。我講的是一個可能性，一個趨勢，完全無關本人及中選會是否贊同這2項公投提案，何錯之有？像立法委員對於中選會主委所提出來的一些警示、一些提醒，我希望游主委應當能夠虛心來檢視。離大選剩無夠半冬，除了地方選舉，公投如今也成做各方炮灰的戰場。